大家好，又係今期流行嘅時間。今集咧同大家講下張雨晨喎。雨晨咧同阿周吉配吉吉咧，咁就喺10號，即係前日晚咧，就以呢個良辰吉日啊呢一個組合咧出席新城主辦嘅母親節晚宴。兩個人咧再度同台，咁啊各有粉絲就舉牌支持啦。表演唱歌嘅時候咧，兩人被重重包圍，十足呢一個 fans meeting 咁氣氛就非常之熱鬧同好啦。咁啊吉吉咧就喺呢一個 event 上邊咧，亦都透露咧，就之前咧提早就同外母啦，同埋老婆慶祝母親節。佢嘅仔女亦都畫心意卡，又負責送禮物俾佢。吉吉咧就大破慳囊，負責埋單。每年咧只係得長輩收禮，令太太埋怨咗自己好多年。今年就由仔女揀首飾，咁啊送俾太太，價值雖然唔係好貴，但係有意思。佢認為咧父親節咧唔送禮物俾我冇所謂，母親節先係最緊要。咁啊至於雨晨又點咧？雨晨咧就媽咪咧就身處喺馬來西亞啦，咁佢話咧喺之前咧已經打咗電話俾媽咪咧，就講咗母親節快樂。為表孝心咧，雨晨咧亦都向公司申請放假喎。7月咧就會帶媽咪咧去泰國清邁旅行，一切咧就由媽咪話事。咁大家都知道咧，眾所周知，雨晨咧就同媽咪嘅關係非常非常之好，亦都好 close 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就一個非常之孝順啦。咁所以其實大家經常喺雨晨啲大大小小嘅活動演出啦，都會提到佢媽咪啊，或者有佢媽咪嘅出現啊，可以見到佢哋感情非常之好。母親節啲咁大日子，咁當然孝順仔嘅佢梗係識得做啦。7月就帶媽咪咧去清邁旅行，一方面咧就陪下媽咪之餘咧，自己都可以放下假啦。咁覺得即係工作忙碌嘅佢叉下電，非常之合理啊。咁啊講到雨晨咧，最近亦都升咧做老闆，同啲朋友咧就夾份開設呢一個音樂嘅學校。咁啊，佢同樣開辦呢一個音樂學校嘅吉吉周吉配咧，就變成咗市場競爭對手喎。吉吉咧就話唔擔心，佢就話自己搞學校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前輩都有咁做啦。大家各有各推廣音樂文化係一件好事。雨晨咧亦都講笑咁話咧，搞音樂學校咧係想有個私竇，方便自己。呢一個當然係講笑啦，即係各有各做啫。大家都有唔同嘅風格。你有你去教唱歌，有啲人可能係教音樂上嘅樂理，即係音樂學校有好多範疇嘅，咁我覺得冇乜抵觸啊。只不過外界攞嚟講笑話佢哋係競爭對手，點係啊？即係再加埋大家對於呢一個良辰吉日呢個組合都幾受落喎。每一次出現嘅時候，大家都似乎好歡迎佢哋兩個一齊咁樣拍住上，咁我覺得似乎大家就相當對於佢哋兩個合作咧都幾受落喎嚇。雨晨咧就宣布咧創立呢個音樂學院咧，就早前咧佢自己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都有公佈過啊。佢就話咧，我同好朋友啊，即係呢個李豐恩老師咧，就正式攜手合作，共同創立咗佢哋嘅音樂嘅學院啦。咁啊，佢哋都將多年嚟累積嘅舞台實踐經驗、專業教學心得就傾住呢一個融合，精心打磨出一套全新嘅歌唱學習系統。唔單止有技巧，更加有態度、有溫度，希望咧幫到每一個鍾意唱歌嘅人，真正唱得好、唱得自信、唱得動人。音樂之路咧，從來都唔係孤獨前行。好期待咧喺呢一片新嘅音樂天地裏邊咧，與你相遇，一起成長。未來請大家多多指教、多多支持。咁啊，佢哋都話咧可以咧考慮一齊夾份做生意咧，拉攏其他中年好聲音嘅歌手啊，例如好似呢一個顏志恒啦，就一齊咧就開食肆。咁啊，吉吉仲自爆咧，去年咧曾經有念頭打算咧搞個 launch 形式嘅餐廳同啲歌手表演，可惜咧因為個成本太貴啦，而且市場經濟唔係幾好咧，所以咧就暫時咧就 planning 擺低咗呢個計劃。咁其實咧，雨晨咧今次宣布開設呢一個音樂學院嘅計劃咧，就係佢咧就同曾經參加咗《中年好聲音3》嘅李豐恩合作，為音樂學院就執教啦。早前咧已經喺新蒲崗咧就正式開幕㗎啦。咁啊，開幕當日咧有米雪姐姐陳淑芬啊，除咗送花牌，亦都係親自到學。而陳友咧更加帶埋個仔新抱同埋餅印嘅孫仔孫女，一家5口咧就嚟撐雨晨。咁啊，當然咧當日出席嘅時間就有大批嘅歌迷就到場撐佢啦，佢亦都喺工作人員嘅安排之下咧，同啲 fans 就一班神粉就分批合照啦，咁相當之重粉。咁啊，即係你都可以見到有咁多人嚟撐佢咧，證明其實雨晨嘅實力相當好喎。咁啊，米雪姐姐咧，亦都自從
中年好聲音3之後咧，就話已經好欣賞雨神，希望咧6月嘅時候咧，米雪姐姐咧舉辦佢入行55週年演出嘅時間咧，邀請到佢助陣。咁啊，陳友咧亦都同雨神咧曾經合作過音樂劇呢個娛樂圈夫人啦，對佢咧就有讚冇彈，更加會表示咧安排咗孫仔孫女咧就做佢學生喎，即係幫襯雨神加入佢個學院做學徒。笑言咧就孫仔非常之有潛力，咁樣係孫仔即場 rap 俾張雨神同埋李豐欣就試聽，即係見到雨神咧佢嘅音樂實力唔單止佢喺舞台上嘅魅力啊，唱得好啊固之然啦，啲歌又作得好聽啦，而佢做呢一個製作人或者做幕後，即係做翻佢最拿手嗰範咧，其實都相當受歡迎喎。即係計之前頭先講過同陳友合作做呢一個音樂劇《娛樂圈夫人》啦，年後亦都有同蟲蟲姐姐做佢嘅演唱會嘅音樂總監。今次咧亦都即係見到米雪姐姐都話嚟緊呢個55週年嘅演出，咁唔知係咩咯？可能係演唱會或者呢個音樂嘅聚會，都想邀請雨神咧為佢助陣。咁助陣有好多形式，可以係嘉賓，可以係好似蟲蟲姐姐咁樣揾佢做呢一個音樂總監，做幕後監製等等。但係點都好證明咗咧，第一樣嘢，雨神佢嘅實力係得到認可嘅，亦都得到業界裏邊同行嘅稱讚。哇！呢樣好重要喎。你唱得好，你嘅歌係幾好聽都好，可能係啲 fans 啦，可能外界都會覺得，你將雨神咪得啲 fans 支持啦，得啲神粉啦，但係唔係喎，佢而家係得到業界嘅認可喎，有好多同佢合作嘅人都係一啲樂壇前輩嚟過，陳友啦、蟲蟲姐姐啦、米雪咗之前都好多，咁即係證明咗佢有一定相當之嘅實力認證，先至可以得到前輩嘅加持喎。喂，無啦啦，米雪姐姐唔會揾你去幫手啦嚇，陳松伶亦都係算係資深嘅歌手啦，佢哋都唔想做衰自己個朵噶嘛，揾得雨神合作，即係證明佢呢個金漆招牌咧，都得到業界嘅認同，呢個就相當之難得同認可，即係。雨神咧，佢而家叫做爆紅呢1-2年咧，其實我覺得遲咗咯。即係過往其實佢已經好 ready 嘅，即係無論佢做幕後自己作歌，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佢呢1-2年咧，即係爆紅。其實佢之前準備咗好多嘢，即係證明唔係一朝一夕突然間有個人，喂，邊個嚟㗎？張雨神點解突然間咁勁咧？其實就唔係偶然嚟嘅。佢嘅音樂學院咧都係啱啱先至係公佈嘅事啦，之後咧就會正式宣布招生。咁亦都有記者問到咧，喂，米雪姐都嚟撐場，亦都自薦做學生，亦都會揾佢做 VVIP 亦都希望喺佢嘅6月演出度撐場。咁雨神就相當之識做啦，又都話我自己咧都係米雪姐姐嘅 fans， 好中意睇佢劇集，好多咧即係佢以前中意睇嘅港劇都係由米雪姐姐主演啦。亦都有問到咧，歌迷係咪踴躍報名參加呢一個學唱歌追星咧？佢就話都唔怕啲 fans 嚟上堂學唱歌嘅。據我所知咧，歌迷會上面咧都有唔少唱得嘅人，所以咧即係講緊一班神粉裏邊，所以咧佢哋都經常都會有聚會啦，都有聽過大家唱歌。咁即係之前咧，雨神咧曾經俾東周刊咧就影到同拉姑咧就狄波拉姐姐咧食飯啦。記者都有問到咧開呢個音樂學院一件事有冇問到拉姑意見啊？佢就話唔使啦，呢個咧我同阿李豐欣兩個人討論，我哋都會好好努力。呢一個亦都係相當之正面一件事啊！你自己有咁嘅能力，咁你咪做，又可以揾錢，又可以薪火相傳，又可以將自己嘅能力教育新嘅一代咁。培育翻一啲有能力嘅音樂人做無論製作又好，做幕前都好啦。我覺得呢條路都係好，即係我都鼓勵好多圈中嘅藝人啊，搞呢啲音樂學院，其實都唔少噶。之前嘅伍樂城啊，甚至乎 Eric Kwok 啊，而家講緊嘅阿吉吉啊，即係都有唔少呢啲嘅音樂嘅學校，其實都係培育緊新嘅一代啦。咁有能力咁咪將你識嘅嘢 share 啲經驗俾啲後輩咯。即係講開雨神咧，就琴晚咧，唔知大家有冇睇佢久違嘅 live 啦。咁其實
睇翻資料，雨神都好耐咧冇真係開到一個真嘅 live 直播，即係可能啲短嘅視頻啊，拍1-2分鐘嘅有。咁但係咧，琴晚咧就開咗有成超過1個鐘啦嚇，好似1個鐘多少少，就同啲 fans 咧講下佢嘅近況啊，亦都有介紹下佢之前參加咗 TVB 嗰個綜藝節目啊，即係唱錢嘅時候嗰啲 share 嗰啲公仔咧，真係幾得意喎嚇。咁當然啦，即係佢自己都係同 TVB 一個良好嘅合作關係，佢自己又係 TVB Music Group 嘅人，咁幫 TVB 宣傳就好正常啊，咁 show 下啲公仔啊，令到大家多啲留意呢一個唱錢啦。老實講咧，其實唱錢呢個節目咧，我都係因為雨神上咗去呢一個即係佢做咗其中一集啦，我先至留意呢個節目嘅。我冇睇又唔夠膽講啦，咁但係其實都有啲噱頭，有啲 gimmick都幾得意嘅。另外咧喺個 live 裏邊咧，亦都見到即係雨神咧，雖然就喺好多活動都見到佢出現，但係咧見到佢非常之忙碌啦。咁所以有好多 fans 都留言就希望佢多啲時間休息喎，夜媽媽做 live 之餘咧都要充足嘅時間叉電啦。尤其是大家知道佢同公司攞咗假，7月有得同媽咪去旅行啦，叉足電養足精神啦。咁啊，亦都有好多 fans 就留言，佢哋自己都有暗示過即係準備佢嘅新歌，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唔知佢下一首嘅音樂作品究竟會係啲咩風格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令到大家都好期待嘅一樣嘢咧，就係佢喺 live 都有講過咧，即係嚟緊咧會為佢嘅花啦啦咧就舉行呢一個畫展啦。咁啊，亦都有為花啦啦進行一個即係好多嘅義工嘅活動啊、捐募啊，咁亦都有呢個花啦啦嘅獎學金啦。咁好多人都讚雨神咧，除咗即係讚佢畫得靚啦，當然係嚇，咁即係儲多啲畫啦，然之後開畫展，我相信一班神粉就會去朝聖打卡，呢個就梗㗎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好多人亦都同時間都讚佢搞呢個獎學金非常之有意義啦，即係唔係淨係話我成日 show off 自己嚇，我有嘅幾多個 talent 嚇，又唱歌又演出又幾勁嘅，佢唔單止係咁，即係佢要做好多一啲叫做回獻社會一啲公益活動嘅。從來咧即係藝人咧有呢啲咁嘅活動，啲 fans 一定係相當之支持嘅，即係。你話啲應援活動啊，甚至乎追星啊之餘，都仲可以為社會出一分力嚇。可能好似而家呢個獎學金，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當然我自己係非常之期待花啦啦嘅畫展嘅。如果到時佢舉行畫展，我都會去睇下。咁我更加期待嘅當然就係佢嘅音樂作品啦嚇，即係佢嘅歌，我永遠都係等住去聽嘅。雨神係我近年其中一個都相當之欣賞嘅歌手。咁啊，大家聽完我做節目嘅，對於近期雨神嘅活動有啲咩睇法，都歡迎留言講下，或者分享更加多嘅花絮啦。今集咧同大家講張雨神就講到呢一度啦，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我哋下集再見。